今來看這前總統陳水扁的查某囝陳幸妤，伊是連續2天佇網絡頂頭評論，指控伊的前翁趙建明醫術有問題，甚至去講呢，這趙建明會甲保留酸、類固醇早登去處理替伊治療，涉嫌違反醫師法。啊，然後台南市衛生局收到相關資訊了後，今下晡就派人去到趙建明的各科診所，甲相關人員訪談，也調查這診所內面的藥品庫存，要了解敢有違反到醫師法。衛生局人員來到台南這間骨科診所來稽查，因為連續2天前總統陳水扁的查某囝陳幸妤發文逼講，伊家己經過頭的檢登去，5天來攏是前翁趙建明用保尿酸美國仙丹佇厝咧治療，疑似違反醫師法。14下晡，台南市衛生局是派人去訪談趙建明和診所的人員，而且檢視診所內面收藏的藥劑，因為一大堆媒體佇現場，管區的警察嘛到場來了解。醫師法第11條第1項規定，醫師非親自診查，不得施行治療、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，即使治療的對象是家人，原則上仍應先經過醫師診查。衛生局表示講，醫師佇執行醫療業務的時陣，必須依法來製作病歷，記載就診的日期、診斷、藥品調劑和交付，嘛講緊受到藥事法的規範。診所嘛佇門外大個是講無要受訪嘛，無要回應私人的事項，以別人和醫療優先。醫術你覺得怎麼樣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這家蠻哦，不便宜啊。我太太也是花得下去。我還好嗎？結果打了2針之後，現在在別家做復健啦。衛福部表示講，醫師的職業應該佇個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的醫療機構、長照還是精神復健機構，或者是經過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機構。意思就是講，佇家己的厝內做醫療行為，嘛是涉嫌違法。台南市衛生局表示講，刷落來就喺等待調查的結果，再當進一步釐清趙建明醫師到底敢有違反醫師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